希塔美德下載承諾。承諾係一種深刻嘅責任感，讓我哋喺面對挑戰嘅時候依然堅持不懈。無論係對他人定係對自己嘅承諾，呢種信守承諾嘅力量，讓我哋喺生活裏面揾到目標同埋意義，並且不斷追求更高嘅成就。承諾意味住我哋願意為某一個目標付出努力，並且唔會輕易放棄。呢種堅定嘅信念，讓我哋能夠喺困難嘅時候依然保持向前嘅動力，並且最終達成我哋所追求嘅目標。承諾就好似一條堅固嘅繩索，讓我哋同目標緊緊嘅連接。無論風雨有幾大，我哋都唔會被輕易嘅動搖。呢種力量讓我哋嘅生命、生活充滿咗意義，並且讓我哋能夠成為他人同埋自己嘅依靠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承諾嘅定義，我知道承諾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何時承諾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有承諾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承諾嘅觀點，我知道承諾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承諾係安全嘅。我有承諾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按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